看了准时嘛，要海上哇，这半年莫苗嘛那面就你查着路面就路面车了，就路面了，就我家来知道，那就个人来到他刚去工了就多少呢，个绕好车，你绕的都在种好种做呢，绕好的都在种好车啊，有人都在种山枣，在种山枣就来一住下就成沙多了，现在去工成三门成了，成家成另外家完人。生家多嘞工、女嘞工、脚嘞工、学嘞八地就来去打嘞去东面去去股，去西股西去股嘞北北那这个，地龙那啦都下这个了这个了成给了农民的，因为都下要给农民的，生家成另外家完人成家嘞多嘞工、女嘞工、脚嘞工、学嘞八地走，来去打嘞去东面去去股面去西股西去股嘞北北呢，跟地界看就拉给农民这个。地龙这个种的，地龙弄那个这个成给的，成家成另外家完人，成家嘞多嘞工、女嘞工、脚嘞工，学嘞八地走，学嘞八地走，去到嘞老婆哩去股面，去东，去西股西，去股嘞北北的个地龙这个种的农民的呢，这个那成给的，成家成另外家完人，成家嘞这些，多嘞工、女嘞工、脚嘞工，学嘞八地走，学嘞八去到嘞老婆哩去股面。去哩去东，去哩西股西，去股哩北北的个北着就讲的，北得汉着就咁嘛，本给着路面这些，要能集中嘛，温柔手要集中就二手北着就谈切做了，都半年的路面就没有几哩拿就几哩，这刚开就这个去啊就这个用的好，古都老了嘛，弯道了，全部拨了这路基地了，那开人的对面有哎，这还啥可能了，开幕了，北江风嘛。那头乌嘛，全部买毛呢，今年那么啦，来人种西的，估计西海啊，那，估计种西上那就米车就人新来了，那，让人家炒米啊，那。